观众观后上台上讲，有法太加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土姐中亞中國強下來啦，後生人打在鼓了。頭版已經講啊，上前為父子比，大夫為正向題，嘛表示講係講要屋卡應該機器開始當重了。不過呢個時代小子化是當嚴重，為簽到要向題之外嘅人，就變到越來越難得了啊！不過咧，基本要6個後生人，為老太太來分享一下，喺佢哋心目當中，佢哋嘅向題之外，到底係樣板顯嘅人，掌聲歡迎！主持老師嘅就係李英子。大家好，我係上到唱人工嘅，要本兩位阿姊當做係人工嘅嘅現場。當然本阿姐綁條拿毛啊，綁腳啊。唔錯，就像搞嘅東西。古時候你下樹啊腳嘅唱係假嘅嘛，掉落去掉下去。呀，30萬呀，100萬。等下下課嘅時間啊，綁款啊，都係綁款嚟嗬。第一老師嘅係一晨。大家好，我係因為幕下排行影響，較會照顧人嘅醫生。係太自信啦。然後阿妹啦，阿妹。哦，喊白嗬，看到咪，哎，你唔可以搖嘛，你本身，你講講我想，我推一下。阿姊趕快買副嘅。三下嚟兩上，就係驗證佢真經加下兩上嘅，有阿姊身體模哈。一聽新朋友歡迎你。大家好，我係背書到啦阿姐人家嘅依天。哎呦，兄弟姊妹那有冇嚴格嗬？係啊。三碼有上時有上時有本那個牙齒咬到沒？親兄弟明吵架。明吵架。邊度係個機器人呢？大家好，我係社會老妹啲順風張地老妹非常電影下嘅機器人。哎，你看，真的是，你講得好像啊老妹冇才。唔按呢，好不好？妹控，超輕矮。原來是個性格奇怪的阿哥。邊個係個假人？大家好，我係獻總比一個5點馬嘅係兄弟姊妹嘅假人。哎呦，今日來兩位做乜嘅？等等代表。哦，係講麼兄弟姊妹嘅人，係多等用品看其他人嘅兄弟姊妹。係冇錯。最尾啦，上個就係嚴峰。大家好，我係從細就本阿姐皮嘅嚴峰。本阿姐皮啊？對啊，阿姐皮攤。沒，就是批發的批啊。皮，俾關係買啦。當然都本阿姐關係，唔過真嘅家要講到，到底係用版型看人嘅兄弟姊妹，你下先睇一睇，人哋貼派人去我部嘅採訪，等下再來繼續嚟大家傾下嚟打嘴鼓了。大家好，我係香港台上講嘅調查員，你講我又來咧。你有兄弟姊妹冇？你先問一下這種人好咧，這種人你有兄弟姊妹冇？有。在露台。你有露台，跟人家老人露台感情好冇？好姐姐。為什麼？要小心吼！睇次講，你哋嘅兄弟姊妹嘅感情呢？聽說你都有無相樣嘅故事，根本呢就喺老太家向下嚟分享，你呢來去街訪調查一下咯。我請問一下，有幾多隻嘅兄弟姊妹？我碌卡要。我幫你拿就好了，我幫你拿就好。係先有一件輕矮嘅。一個兄弟姊妹係我嘅老妹。你感情都好冇？應該係講細時節嘅時節，因為不懂事啊，嗰時候就時常會吵事啊呢。我屋企有一個老妹，佢今年係高中上年冇2年生有小事嗎？有感情都好嗎？為麼？就是我人家伊倆還就是在那個叛逆期啊。我有一隻老妹，而家睇圖應該係嗰時候3年生。後天有老妹。我們家我的話有4個女生。4個女生？所以我有3個妹妹。有一隻阿哥。我一隻阿哥，跟你老阿哥的感情會好嗎？一般哦，就是說哥哥會比較照顧妹妹的感覺。哦，有故事來講了。是我們在一起玩，夜市會賣那種光劍，
塑胶的，然后我们就可能那时候在互打，然后呢他就直接从我头上敲下去，头就流血去缝针这样子。媽媽唔看阿哥。佢硬同硬老妹查有一些多，佢從硬妹同意。关在厕所里面，应就吵架，感觉把它关进，然后把灯关掉这样子。安尼危險哦，做唔得好。不過還係有感情好嘅兄弟姊妹。平常不會有關心對方，除非知道爸爸媽媽要罵的時候會照應一下，然後就是哥哥去，沒有。哇，夠強哎！妹妹就會說爸爸罵你，就是會叫我先躲一下嘛。那你們兩個還蠻合作無間的哎。只有這個時候才會有什麼溝通，其實平常不會有什麼閒聊。應該較排泄啦。阿哥只咩動作遇到伊個問題。我就對伊吵死，嗰時間我個爺愛就問我講，係哥哥，嗰時候我有啲事情我用氣啊，我用那個老妹啊。就是我不太喜歡他們一直說大的要讓小的這件事情，對。但是因為講久了，好像也沒辦法改變。那你覺得應該要怎麼樣？應該要對事去針對，說誰對誰錯這樣。他們聽到哭聲就覺得那個人是對的，應該真的是要聽，就是雙方的意見。那你呢？就是你是小的，應該都常被鬧吧，對不對？歪吧。還有因為阿哥卡太 Q， 我覺得對我來說就是還不錯，就是也是一種保護，不然可能真的會某一天就不小心可能受重傷這樣。呀，真係會生意哦。你總是會有漏妹嘅事情嗎？你會懂得吧？我不跟他講話，我覺得是一個禮讓。安尼有啲驚樣。跟你有讓人家嘅爸爸媽媽討論過嗎？你記得就強龍嘅妹啊，強龍嘅妹，有妹咩？係啊，門梯要變龍嘅。當然還有特別的案例。爸爸好像做事會比較快決一點，他就是你們吵架原因什麼就直接解決那個原因。你們因為食物吵架，那就不要吃了。啊，因為用緬因來去解，他不會特別說啊，哥哥你要讓妹妹，不會這樣。不會。我可以懂後哎。直接媽媽呢？媽媽就會放我們吵啊，就有流血的話，媽媽才會關心一下。冇嘢冇媽媽。佢喺講做啲現車吧，切家想要有弟弟妹妹冇，又係想要有阿哥阿姊冇。老太好嘞啊！老太好嘞啊！就是很多該短語印度的講，老太黑就是當我阿姐啊。那如果有哥哥的話，我就會還想要底下有一個。因為這樣子我就會他們會顧着，我想中間那個就不會被注意。No，C 位就係你。我覺得可以有，但是不要像我那麼多。就是以後分財產的時候，繼續分財產，然後呢？然後就會分到比較小。哦，我想到這邊呢。有啦。哇，譚生咧，以上太好生氣到嘅分享，係咪知道呢？兄弟姊妹嘅感情其實係一種神奇嘅事情呢。無論係互相聽書、互相呢來去幫忙，呢下呢都係無強樣嘅一種感情咯。不過一下呢，我看一下棚內到呢條後生嘅老人嘅姐姐、妹妹、阿哥、老太嘅感情有好無呢？一下呢，你家家就來到棚內地邊度看到嘅分享咯。好，家下大家看睇一段影片，係咪知道真嘅愛福卡咩暗樣型嘅情形？沙地個門現場嘅後生嘅，有請到寫下人嘅排行，人嘅表演再拿出來寫下耳朵福卡度排行，到底係太貨嘅，又係滿字滿，又係講夾到斷行嘅咋嘅，問一下大家，好。有一個寫兩隻，因為一開始有講過嘅嘛。哦，古時候係太貨咩係萬五？係，就係硬，太貨就要係萬五，就係硬嘅，就係淡定五嘅代表。係。哇！本大硬就我想講兩個啦，唔講你講硬嘅時間係太巧嘅，4000公克。哦。嗰個就卡，真係太貨嘅，睇到咧，就卡到，咁咪就向試題講硬嘅時間。係，古時候佢就講硬冇得講嘅，嚇就冇得講嘅，古時候就大家硬聽聽。唔講你硬係硬鬼加粗啲路，硬也比最細嘅，啊要帶夫圈，大家禮拜都會見面。古時候硬係有夢女嘅感覺。日本人照顧嘅有。雖然講唔係即家庭嘅親戚，唔過係幾隻家族啲嘅親戚，係有照顧到，係冇。咁我撒下來問下，見本嘅嘅新朋友咯，嗬，依天。我都係送包咯，然後順頭兩個係我姐姐，我係我下最識嘅。哇！後生台上講要天二台咧，你買個書嘅咪要
第三台。哎，跟记得两三位卡上网对吧？你付唔差嘞，除非要在节目会做100年。你做得个上网台，出天二对嘅天二台。天二推嘅天二台冇啊，太麻煩咧。太麻煩，你阿片還要隻太火嘅係冇？係嗌落火嘅，落火係牙巴。太火嘅係，啊嗌語嘅落梅啦，就落梅，古時候跟他調解單位講係妹控嘛。妹控，這個好啦，也是啊，就奇怪哥哥總是會這樣嘛，哈，有落梅個阿哥，一槍被他嚇落梅。真見動向哦，唔滿記住啲，都是滿記。沒關係，老眼落咪算醫術，醫槍唔係按年嘅，長度醫槍咩唔係。唔過真嘅研究有講吼，像係伊利諾大學有兩個教授有講咯，其實不卡度嘅排行老順序會影響到人嘅兒童老長少年性格嘅發展。佢講哦，像係比如講排行第一嘅阿姐啊，還有阿哥啊，通常向外向，因為佢係第一生嘅父母對佢嘅照顧啊，也講對佢嘅希望，太古時佢會開啟不卡度嘅經驗，大家會知道講呢種嘅講法，咁真經係有樣嘅阿燕子，你係忙內嘛？冇唔錯，我就係會卡嘅慢妹最定義下嘅咋啦。唔講係做講排行確實都少會有啲嘅影響啦。比如講卡太嘅啦，就做我看用細嘅啦，我照顧老太老妹啦，因為開始做阿哥阿姐嘅經驗啊，佢排行第二嘅哦，確實就像家樣片度講嘅，佢會較好一些咧，佢會較運氣，因為當講吼有太嘅開店。啊，下輩咧由細個做嘅欺負，佢對動哦就較自由、較運氣，又一般來講較唔可以去插佢啦，吼。啊，細個吼確實就較幫佢做判斷啦，吼。你個叫乜嘅意思啊？那這時候你要去個叫一下呢，因為較細個阿姐就會很愛做事情啦。他就很聽嘢做，聽嘢就很聽三嘅做。冇唔錯。跟牙咧就像牙齒嘅教嘅東西，因為牙齒兩三年嘅顏色較霸權到誒。唔對，唔係意外。係啦。係啦，藝術咧其實意外啦，睇自家都冇上過個意外。笨蛋冇呢就抄嘅啦。冇啲安順度嘅，係咗田公把送本禮物嘅啊嘅電路啦。啊，古時候嘅牙齒就會當做牙係教嘅東西，不過牙是有上過，有時是芯片有可能會影響，因為牙蛋糕係兩個牙齒，古時候佢要欺負牙一隻老妹，迄個牙蛋糕。兩個阿哥，衝眼用阿哥，衝眼用阿哥都冇。你冇卡做公主好嘛？係嚟呢個節目誒，鬼冇卡嘅財產重組。靠天係做公主，唔係馬家東西係唔做。跟住看阿哥係馬上嘅咧。你之前咧用阿哥。之前學家講開半阿姐來欺負，半阿姐來皮，佢眼縫一開始沒有講啊。佢雖然講係老太，唔過半阿姐嘅皮都會死呢。佢話這片，因為馬來講，已經係從細到大，有一把啦，人家阿妹。要嘅老妹將佢嘅阿姨要係嚟退病嘛，跟住成日想講，人想可以退病了啊，唔講阿爸阿妹就講，我等撐第二嘅，第一晚我等阿姐，想講啊個妹送我去啊，啊用埋我等日去又叫我高鐵票踢古嘢啦，啲片動爽嚟，第二嘅就貴古嘢啦，第兩個人有錢哪有爛哦，就想講好，我就同人講，啊古嚟成日都係帶數年堂本眼冇，結果古嚟買嘅東西都冇，想講數年堂嘅有冇巷口的雜貨店都買得到，也不買給我，這樣子。後來那我我嘅，我哋學校嘅校外教學啦，我哋喺強嘅個時候，啊咪強用嘅可能啊即3年生啊就1年生嘛，啊強用嘅時間校外教學，2分錢嘛，阿妹就講啊已經去就好啦，啊這先去啊，我就已經人哋不看那個，就做我們的現在這種很不公平的，這個不公平。好了，講那麼多，我去提告了。因為冇法度去告，我告好就會來告這個阿姐。咁冇公平咧，你咩當惡咧係？咩係當成績啊？唔過真嘅啊，請觀眾朋友想下，老亞博卡嘅兄弟姊妹要發生過哪道成績嘅事情，韓國做太一定要用些毛啊！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聽下嚟打嘴鼓了。歡迎來到後生地下位，你要兄弟姊妹冇啊？今日我老太太分享3個老兄弟姊妹有關嘅合位了。第一個姐妹、姊妹、結夥卡3姊妹感情如何哦？第二親兄弟、
就算係性向題，未愛面算賬。第三，吵架、染架、佢兩公婆啊，容易多案，全啲嘅染架。你睇這個學會嗎？後生地學會，你長來了。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上一段時我們講大家講唔知道嗬，因為講咧排行啊，係個咧嘅順序真嘅會影響到人做人啊嘅身體嘛。雖然講嘅研究就有講到，真嘅有可能，比方講像喺體科啊，可能下認真會去負責做人呢科嘅可能，佢反敗最有可能係做一個大俠嘅人，就很厲害嘅協調者，因為佢喺對上還有對下，這樣子才有辦法去騙到人嘛。有做嘅蠻自蠻呢，有可能他的以後的選擇性就是會覺得說，他比較有機會去做很不一樣的挑戰，因為佢接觸到東東以來，同時也被人家關注到嘛。唔過頭版裡面有講嘛，兄弟強行忘乃變成金，表示講不卡到兄弟姊妹手足之間，係講嘅感情友好，大家強行。乜嘅困難就做得大快態，乜嘅困難就做得那個開過去。嘅假呢，也冇看有兩種兄弟強行忘乃又變成金嘅故事嘛。有看過，就係亞美嘅兄弟姊妹，因為呢亞家公呢就身體唔好，就不平嘅時間，亞美呢就老佢帶強下，亞爸爸咪同。帶強下來照顧牙嘅家公，就反咗唔可以嫁。係錯，都係按你講啊，幫妹呢牙家公屍體過後呢，牙家公高神過後呢，牙橋呢還有牙姨就講哦，牙爸爸媽媽照顧牙家公都辛苦，故所呢牙家公嘅屋就全部送半掉，牙就跑去機神，係跑去機神，佢哋就冇愛咧嚇。故所呢就冇天師當個會做嗰種嚟搶財產嘅。可能其實看唔起啦，要踢笑嘅，踢笑嚟嘅，人我咪就成功嘅，冇事啊，跟行下去揼錢嘅，跟行下去付錢，跟阿基險嘅，也不卡，然後也攞埋兩姊妹啊，要涉感情同好，兩姊妹，合法嘅姊妹唔單止係姐妹意思，兄妹咩算姊妹啊？阿姊老露台啲合法咩人都姊妹，冇聽下都冇看下做阿姊啊，這個私人的癖好我不想知道。好啦，講到牙老妹又佢真嘅係嚟做感情同好啦，就係頭擺細時節啲小方係記得係兩三年數錢數去上課嘅。數錢數，真嘅數錢數。新冠度底部一個數錢數，還是物理上的手牽手？就係真嘅數錢數。你做邊都講，冇啦。而家如果做乜感染老妹呢？照顧老妹啊，係啊，老妹咩做？因為做官咧，就頭擺兩三年就強下肯定去上課，因為上課嘅路唔可以見。啊，兩三就肯定去，我說，還是說按樣嘅感情就一切就延續到下下，從頭擺啊，細時節會強下表演，啊強下上電視節目，韓國強下做任何嘅大細事情，嗬，啊當然啦，細時冇強下啦，我都冇上嘅，冇上啊，從我後來啊，這樣發現一件事情。我真嘅，哎呦，牙老妹對我順風，我真有辦法企到舞台當紅咧。我所以真有個膽量，喺佢冇對我順風哦。我企到舞台當，我會當舞台，我會見準。真嘅呢，你看將夾老妹呀，下冇啲一隻鉗嘅地度，你就啲嘅實呀嗬，本意有啲嘅笑咧。冇發真都當好嘅意思。係嘅，嘅場老妹進來。嗰個韓語哦，佢後來啲都太好嘅時節啦，因為應該剃頭術嘛。都無關講沃卡社會一個老妹哦，我機會差唔多應該有3張嘅左右。點解今日老妹加完嘅我用個神？其他都加嘅啊，故說嗬，冇講係一下很多叫啊，當年都木正男感。他這不是妹控了呢，他這是戀妹情節在演。啦，
迄真人感情浓厚啦。啊，古说像咧其实迄因为加体来嘛，就变了眼上次又转来不卡，啊咩我又好讲，又转来时间就会老记强海王，冇，人家苏元书冇回啦，就去王家啦，买东西啦。可能新冠度吼，不卡度吼，都这个不卡那个健康吼，有一只人偶哦。佢雙杯下陣間落梅色嘅名，唔係落梅係落梅色，落梅色等長矮落梅，長矮落梅，然後落梅感情濃厚啦。我叫咱啥感情濃厚誒？唔過家一開始要講到嘛，新馬還有嘅災水，有上市。咩會熬到，咩上熬，喺兄弟姊妹之間，那有可能從這到睇無言嫁哥，係冇？阿一散。咬落梅，一聽嚴家當嚴家必杯當嘅。我妹妹係雙胞卵嘛，故說我哋相處嘅時間比其他人要過較多。唔知大家敢有聽過一種講法係講兄弟姊妹年歲較差唔多，較會嚴家。故說我哋做得講係不時都啲嚴家。有一擺我都經常記得係。小學英語研成嘅下，有英語下課進步啲下功課，唔知為到嘛個事情係都要吵起來嘅，因為咩比我個較高，佢就老我嘅中央鋪，得到一個我拿唔到嘅小倉庫，我就當天唔知要用架啥，故說我就去老佢嘅功課出題。要出槍，所以來真係當好笑。我也唔係按好欺負啦，故說冇人多做阿姊嘅嘢。他喺一條喺調試嘅，冇想去下功課，故說別人一直徛啊，同學堂講啊，迄個冇下，迄個記做嘅。即冇人會相信，故說而家講吼，萬人都做人家，冇人都人字啦吼，佢阿姨聽啊。本人姐姐按樣先講，你有懂按嗎？因為懂啊，因為我知道幾個功課叫做倉庫聽聽，那下個時候，不過記到我全部出強，所以再過下一擺。如果我就對阿妹兄弟咧，你下上起來。當場係因為我唔想這寫得比我還好教。這是一個競爭性嘅問題係冇？因為兩姊妹係上漲。佢比我教，總唔得我嚟得題。佢比我教，總唔得我嚟出題。你以前下課就專心去看電視啦。因為按無聊嘅故事咯。按眼風，要鬧重推兄弟姊妹之間重推嘅事情。當然有啊，我阿姐就睇我兩歲，嗰時我顏色就改橋像頭先講嘅。但係我嗰時要嘅改好那個事情，係嗰時人哋潮濕啊，從細到大改好潮濕。啊，嗰時我阿姐辦行就改到嘅魯曼嘅，嗰時其實就改講嘅廖小花。啊，阿姐就不會講嘛，我上次堂度我就會講嘅。啊，嗰時我就嚟潮濕，條咩嚟潮嘛嘅東西。跟住我想講，我就改揀一個改木工偷理啊，我就改揀，我就唔知用咩成，我就講。哦，各位台上，大家好啦。我用錯嘅啦，各位台上，但係咪睇到就就見就頭先問姨媽嘅啊，就講哦，頭先喺露台媽嘅問咗頭先人哋學教時候講嘅媽片嘅阿妹嘅意思，嗰時候露台係媽唔安尼，就懂錢啊嘛，有啲假油田吃，就懂發劇啊，就是唔知我用嘅啥整嘢係嗌媽嘅，嗰時阿妹就媽嗌佢就當真係聽講嘅咯，後來就喺其他情況哦。然後就懂見自家規模聰明，做唔到超市炒洋便宜。嗰陣後來就講人哋讀書做嚟以後，媽人嗰時做嚟媽本來做嚟養。嗰時候佢會按會讀書，係因為想去炒洋啊。係，想去超市炒洋，你係蠻開心嘅。不過真嘅，如果人去嚟互相嚟競爭，可能真嘅嚟競爭，你會變到嚇那好，加兩三年都不卡就都係炒到按樣去。嘅阿認真啊，也不卡嘅福當又本顯起來。完全冇，我同講，因為佢哋吼係平台，係平等嘅，愛吼係完全冇平等。係小通貨天天啊！真是係小通貨，唔係獎喎，因為佢根本就冇獎嚟啊！係記定係細家下啲土國小，係兩位阿姊咧，佢就去土國中韓國高中咧，你差咧6歲到8歲。哇！啊，嗰兩時好高現場。這一定有代溝，而且差了3代。真嘅，嗰時就意外咩？嗰兩時咧，你好高嘅就會做下嘅美勞，現場就講我帶個蠟筆去好教。啊，當然啦，因為我阿姊係啲土國小嘅時間，一上去我買1盒，因為有可能平台咩，有可能會同時間用到。跟住到我用嘅時間，阿妹就想講。
呀阿姊就冇用咧啊，啊要卡含量哈变到几到位的，冇去同阿姊食好咧。结果阿姊就想讲，我真冇会食，唔嚟，听做要同佢总拜体，太姐冇会食，你这边冇会食，哎，我真是懂起，假使我根本去等等5个发行，我同讲2盒都去挨嘅啦，冇错，冇意我食嚟。咩？也未但差唔多買1盒添。你1盒都冇，還要我做副卡西咩啊？阿妹會做副卡西，教太本太姐講，我唔該去做。啊，太姐咧就會教太本阿二姐講，我唔該去做。阿二姐咧就會教太本阿講，我唔該去做。我說，因為按眼望的，啊，全部就本來做。啊，那個阿姐就。你副卡懂好，這生態鏈很好。真明確按咧，當然要就團體咧，我就問阿二姐講，做乜嘅係阿去做喏？佢就講，啊，做唔得演挨哦，我演咗演阿妹啊，佢冇講貼士嘅。Hello， 應該冇人懂啊，因為原神嘅英文是單唱100聽聽，給我就會給拜啦，嘿。我們說唐曉一腔好像也是很不甘願哈，唔甘願。來叫一下。看人家叫馬個時間，木子搶嘅眼就張氣球。我講真嘅，就講兄弟姊妹啊，有時候會吵事啊，有時候會嚴格，更難免，因為。冇可能完全唔會嚴格兄弟姊妹，唔過觀眾朋友們想下，然後兄弟姊妹假使發生嚴格又係有衝突加下也愛，到底愛扮演乜嘅角色，用扮演處理咧？等下再來繼續落大家向下來分享了。還有阿妹，還有一個樸素動厲害，比如講啊，韓式嘅時節，不用你用3去相似。冇錯，其實就會慢慢地請到一隻平衡點嘛。比如講，佢會應頭講，我嘅成績卡唔好，嘅唔捱做得去搶我嘅阿姊，要求我嘅阿姊我來搞捱。啊，阿姊有時有可能講排泄啦，唔知一隻問題我用辦落去解啦，佢就會講我冇種出嚟去問人，老妹好咧，我冇想去處理。我爸爸媽媽就會屬於嗰種懶實教育方法，唔過會慢慢被變成姊妹之間嘅感情就會濃厚。歡迎大家都在後上台上個節目現場吼，根本正經吼係，加有人講到眼張地吼，根本係有歷史以來，後上台上講有歷史以來最後上嘅一節。早上鼓勵，什麼單呢？做得上下班咧？都話講見哦，好咧，最睇上講啦，最睇上咧。如果講真嘅，睇上講咩像兄弟姊妹咁樣嘛，嘅可能係阿姨。好咧，兄弟姊妹係冇嚴格啦。真見啦，就講兄弟姊妹假使發生嚴格嘅事情，人講開始嚴格，嚴到後背有上手變嚴格比背，甚至想打比背計下，該做人也愛人吼。到底乜嘅時間開始去觀察佢哋？唔到做唔嚟個大，韓國用乜嘅方式？因為講想吵跟老兩曬嚟開來去好嘅係冇？做那條事情咧，用辦法處理咧，家人要度過呢一種朋友嘅一種事情。因為我同好有兩個聲音，睇嘅係冇嘅，寫嘅係來嘅。嗰個佢就當講佢兩曬會嚴格，嗰個佢有成功嘅時間。就老夾妹講，我就絕對唔會老夾妹講哦。我一下因為有成功，有落有拉嘅動腳中嘅人，因為自家示範嘅動腳，佢絕對唔會按你老佢嘅聲音講，係講佢檢查嘅時間咧，佢會突夾妹去，可能佢係壓落台哦，哈，如果可能佢細細喺邊動態就分享佢來到一絲嘅當個，嗰時候咧，佢講聲嘅時間，佢落係勁叫，佢係表熒幕。本家都係談啊冇叫啊，還會鬧佢安尼，嗰時候佢兩啥感情就懂好，因為他還沒有爭寵的行為，但之後佢嘅方法誒懂好，有好識懂。你喺從細也愛本嘅那種生命嘅教育，咩唔從細教下就開始嚟講記住一種錯。呀，生意可以老愛爭寵，老愛上上阿妹呢。做乜嘅多一陣露台點都愛模特阿妹，嗰個佢可能要從細要有按樣嘅心態。如果太有愛會變成機器人嘅按嚟。喊拜阿姐家人啊，有一講露台托盤又加叫佢最嚴重點都係自己兄弟姊妹。有可能。啲阿英真咧，對，亞夫卡3姊妹開始嚴格講，啱唔也要去趕上唔到。
俺这种也会较懒死啦吼，因为凊彩已经打，清官难判，无看到有些就无脏。猛冲就像刚刚样片低度讲到无团体就还好。系啊，因为其实讲驾驶机去讨论亚件事情，佮基本无办法知道讲，我倒台迄马上也唔错啦，事情倒台很有办法发生，点到咧还会本姊妹之间，我有一种比较嘅心情。好，比如讲哦，阿爸搭摆吼就较客气哦，阿妹搭摆吼就较支持己哦，会互相比较，甚至还会变成讲，我想办法吼，去得到爸爸妈妈的爱啊。姊妹之间感情点都会变成迄竞争嘅关系，变到种同事共用，越来越唔好啦。故说挨做讲，挨爸爸妈妈按那个做法係較好一些嚟嘅。還有阿妹還有一個朴素同厲害，比如講啊，韓式嘅世界。不用你用3集去相似。冇錯，其實就會慢慢地請到一隻平衡點嘛。比如講，佢會應頭講，挨嘅成績較唔好，嘅唔挨做得去搶問挨嘅阿姊，要求挨嘅阿姊我來搞挨。阿姊有時有可能驚排泄啦，唔知一隻問題按樣辦落去解啦，佢就會講，我冇講出嚟去問人，老妹好咧，我冇想會處理。我爸爸媽媽就會屬於嗰種懶時教育方法，唔過會慢慢被變成姊妹之間嘅感情就會動好。會相互合作。上網上聽啦，係啦，嚴格行係會嚴格，唔過至少知道講，唔係我嘅姊妹，唔係我嘅競爭者。冇唔錯，其實嘅都醫院吼，同綜合醫院、同綜合醫院吼，佢有臨床心理師、魏仲林心理師，有老還在講假使吼兄弟姊妹之間又開始有競爭，人講相吵的時間，然愛提嘅不要一開始就介入，因為又像是相吵係一種感情的互通，因為看假使已經吵到不行了，你開始要介入，這個時候才要介入。再來哈，因為告成人用辦法處理該衝突的清晰，不是說只有叫開始抌東西這是不好的處理方法。告幾種用辦法處理是在清晰。再來，千萬唔好比較。因為兄弟姐妹之間不是拿來做比較用的。你們說，這安聰明，大白就考試，體檢面考到北一女，你考乜改？唔總得按照你講吼，拜託望啊，當伊天數7分塊，阿姊有時間讀書嘿。通力聲音呢，是聲音嘅性平係乜嘅？可能因為他為什麼會突然開始來動音啊，開始來抄係因為這個系統。為什麼每天阿姐都可以跟媽媽講話，我都沒有時間跟媽媽講話？因為可能係因為我太忽略他，所以因為安排一個時間係大概時間就跟父母獨處的時間，智商嗎？一人5分鐘，你要有安排一個時間是跟父母，只有屬於我跟爸媽，一對一或者1對2或1對1的，只有這個小孩，每一個小孩都有自己跟爸媽獨處的時間嘛。再來就剛才就講到，因為安排一個就講，繼父有人講切加上一個辦法，剛才就講到，啲兄弟姊妹之間一定會相互合作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的方式，這樣子呢，兄弟姊妹之間才會變成未來可能變成一種競爭者，每天在上演又要多少遺產，係冇？8點鐘就要上傳，又來哈。唔過睇下上下，你看有兄弟姊妹之間，真嘅有好處，還係有乜嘅壞處咧？阿燕鳳優點然後缺點來分析下好冇？其實我想講係一般啦，因為係從來這從細就改為畫圖，嗰時候有陣時因為畫圖就改唔好看啦，有陣時因秘書考嘅重要咪就搶伊天數，見咩改好畫，嗰時候就想就同佢天數。嗰陣想講有陣時其實都睇下啦，也係改上唔熟一些咧，嗰時候也係可能有乜嘅事情，而以天數嘅話，佢就會遷用同佢天數。嗰時想講其實從細到大，人哋雖然改好吵事，不過都也係人哋嘅感情係同好嘅。嗰時候人哋希望講大家可能就兩個姊妹啦，可能都有下先時改好吵什麼都睇好感情改好，係嘛？有很勉強嘛？冇。你細漢家下亞姐講咩要講？開始係上吵，就亞妹就開始係上嚟罵人家下亞姐講這個。千萬唔好嗎？因為佢喊白咩上海炒咩無機會嘅，係假如係分價。但係太係炒就無機會嘅係冇。阿基顯知道有兄弟姊妹嘅優點同缺點有哪啲？對我來講，我知道應該係搶有優點啦，冇缺點。我不應該問他的。好啦，我講嘅缺點吼，之後就應該係講萬一。後輩係真嘅有財產，佢就假一3年然後來本人嘅財產。你乜嘅缺點？你講下嘅樣片地圖嘅，講唔到誒。
啊，冇啦，講到迄個優點喎，講整件加像應人講嘅，整件唔會炒咩，唔會炒。我講整件就是講有一個雄體之外，整件當好。誒，像迄個老老妹兩產主要用上磅上天嘛，然後一個優點嘛，就變咗講有一3人台一個位。你就講遇到咩事情，遇到咩困難，都係相互討論，係再討論，先討論用來解決。係講無少本阿爸阿妹啲嘅，也講係遇到咩事情，至少有一3人做得來去討論來去解決。所以講也做當好嘅，比迄種可能比簡單來講，相對可能會感覺較好啲。係啊，其實我卡都冇人做得講法呢。係啊，你等陣等佢轉不卡，對住自家人講法。哎，你喺買矮卡呢？我哋見咩有嘅叔伯雄體姊妹啦，係啊，很多像係講做屋卡嘅事情嘅時節啊，假以3人來，向下來分工合作來本起來做客家完成。啊，喺講係咪講行下度嘅雄體姊妹，佢可能每下認真會更會下好啲會冇？冇啊，全部都係叫做啊，唔對做，唔創業啊！咁韓國語嘅優點係乜嘅？主要係講係做得種老妹嘅神父。誒，捱老妹可能佢冇中意捱做其實唔過，整件叫一兩個從帽 T 啦，一個 T 恤冇，誒，佢呢樣捱做嚟做咩？平常雄體姊妹知道要拿落嚟做。咩？假意思講，其實都睇愛加老妹上咗當講。哦，後生啦，佢做起來較好看嘅伎倆sản婦，就係加老妹買嘅啦。也是，謝謝意見。做咧問下以前遲到雄體姊妹，有阿姐啊，咁遲到係當好嘅事情。愛情要當好係，唔講做乜嘅事情都要你合作辦。像愛到這心意，所以實力可以無下到特別妥協調好演，辦好又當到通好，都係一3人聽，佢哋都知道愛當好，因為唔講做乜嘅事情，這都係偏愛，然後唔講做乜嘅事情，愛都會相互幫忙。醫生有沒有哭？想說我要哭什麼？喊得我叫嘿！阿老妹講到按定印象，講到按感性啊，咁個正經啊，就觀眾妹妹想下，有雄體姊妹咁正經係好處咧，韓國咁正經係優點，還有缺點係哪啲所在？韓國假使你做熱愛歌後，你希望自家嘅聲音啊，有雄體姊妹冇？等下再來繼續，到時再向下來打嘴鼓。古時候咧，我要想到一個好辦法，你做嚟唱嘅比行技強用組織聯盟，嚇，比如講共掛航班號，冇錯，共掛班號都出來啊！比如講親戚嘅生日嚟啊，還有講愛好姊妹嘅生日啊，就本佢條慈禧太老到咧，佢條就唱親情嘅雄體姊妹強用，我真係算到靜靜咧。古時候我強冇，我強嘅翻嚟就強，嘅安下你就強下太，真係冇。你講一3要買嘅事情，就有一下呀。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最近基本有當到有雄體姊妹，還有自家係單地，唔過有在家族裡面係忙呢，嗰時候唔係算係有雄體姊妹嘅，唔過有家事家事係講自家做人也愛咧，有自家嘅生人咧，唔就希望係講1集，也係講講2、3集，一本記有雄體姊妹嚟阿認真。希望人嘅生意喺自家1、3年就好，也係講唱安呢有2集嘅雄體姊妹。係做一提動困難咧，因為我希望佢做得有雄體姊妹，唔過我嘅錢就按到，加上一本2分嘅話，這錢真是唔難咧。古時候咧，我要想到一個好辦法，你做嚟唱嘅比行技強用組織聯盟，嚇，比如講共掛航班號，冇錯，共掛班號都出來啊！比如講親戚嘅生日嚟啊，還有講愛好姊妹嘅生日啊，就本佢條慈禧太老到咧，佢條就唱親情嘅雄體姊妹強用，我真係算到靜靜咧。古時候我強冇，我強嘅翻嚟就強，嘅安下你就強下太，真係冇。你講1、3要買嘅事情，就有一下呀。韓國佢然後你檢查有一台，係喎，查有10個歲有喎。某一天啊，有可能佢盲年就上去強啊。咩做得啦？假年
汉白驾驶真嘅有下几倍。做阿妹，你希望这个讲一集，也讲超过一集是应该。我知道听说我有兄弟姊妹，因为呢一生人真嘅踢故事，韩国嘅身体會有些怪怪，像我，從細都會一生人老自家講法，我一次到夜下都會自家老自家搞作妖。懂奇怪嘅行為，故所以我知道我聲音冇變到像我安尼。聽說我有兄弟姊妹，落去鄉下韓國好多樣辦分享，係當重要嘅。唔過睇眼看面前兩集都講自家希望有嘅生嘅有兄弟姊妹，唔過日散佢講家成人啦，希望家成人啊唔好有兄弟姊妹咧，你看心裡哪邊發生了一些就是創傷。然後妹妹嘅緣分真經動情，講那係會做阿妹，我冇希望我嘅生日呢有兄弟姊妹，因為我驚我冇辦法做到公平，我知道一定會有太細心。故所我真經動皮膚我媽媽面對兩個生日呢，鄉下出世鄉下成長都懂公平，我知道了冇按改。係啦，後來嚟緊聯盟啦。老闆應講嘛，因為1萬歲冇法度掉到強用平，因為假使你下超過1萬歲㗎嚇，冇可能2萬歲都強用按平啊，一定會有下太閃嘅，也下太細。數字條就冇強用長咧，數字純粹冇長短，三條走路有高大，係冇。係呢，就腦唔強用啦。跟住冇用三條走路啊！唔過真嘅啦，你下唱大家本自家嘅二嘅兄弟姊妹，一記翻嚟對佢講嘛嘅，佢家人做嚟老爺嚟講，做嘛無老嚟叫國叫一集，係冇？阿基嘅，我老爺老妹講啊。我應該先講什麼啊？爸老啊媽媽就係有頒獎典禮係嘛？本來有一個老妹啦，啊，將來攞去鄉下擂台啦，啊，即係叫咩？當感謝老妹啊，用張雨盼盼，兩三年終於做到某事情嘅時間，我真係會老啊老妹講愛愛你，叫做阿哥。啊，真係。睇老妹要上去查佢。如果後來耳水毛冇錯嘅。係真嘅，咁阿啱逢我上去老阿姐講嘛嘅。其實最想要同你講多車啦，因為我從細到大就鄉下多睇嘛，因為下係做事，有陣時我可能冇錢，我用嘅時間都在推家。一部分啦，一部分想講永遠就有阿姐做嚟相互扶持嘅感覺啦。啊，其實到睇後來我聽到不會讀書，啊我佢辦啲頻道嘛，故所我哋嘅見面嘅時間冇幾多，唔過我哋會，我們還是看彼此嘅，我們會關注彼此嘅生活，看 IG 嘅東西啊，就同你講下烏卡嘅咩嘢用品啦，我身份用品啦，故所係想講喺個過後嘅互動就係繼續下去。嗱，有陣問題呢，但真嘅有相互扶持，係咪單純你要記天數？冇啦，真嘅有啦，真嘅有啦。就有陣時咩時使用我嘅天數啊？比仲講可能喺我同佢聽埋嘅票啊，或者有咩用嘅東西啊，我都會用啊。就係個天數，有啦，開始會講輕年普通，係啊，都係天數就千種天數啊。講輕年咩係當中央？係呢，真見嗬。比如講阿應真講輕年，唔係人講嘅咩？咩？但係可能嘢係對落去嘅嘛。係不卡度嘅四通貨，喺約樓嘅雙倍嘅兩隻主人講嘛嘅。哦，我請我嘅主人冇啦，我請我嘅阿姊，我真實做當幸運，咪當幸福有兩位阿姊，因為到台嚟過後，將發現到有阿姊真實當好啦。故所希望到咧，較上網就會做些賺較多錢，按你幫我60歲嘅時間，就唔是想我嘅人生，我繼續照顧我哦，我一張月差唔多是用20萬。太多啦，20萬你塞條啦。冇啦，因為坦白會通貨膨脹啊，我先算清楚。先算好係冇？係啊，算當真呢。哦，50年過後可能通貨膨脹30倍。係啊，20萬唔拉用呢。講到按呢，以前迄個意思講，以漢白咩本家姐姐來學就錯嘅。我唔錯。一生為妹，終生是妹妹。誒冇唔錯，佢幾下講應該咩按嘅嗬？應該係啦，我買單，我買單。假老妹咧，他有點貴嘅啦。哦，那個物質的方面不需要，心靈上面他反而需要他妹妹。確實有用，確實有用。嘅假呢？我老爺爸爸媽媽講嘛。因為我爸爸媽媽有問我講，唔想我老太還有老妹望我喊細個時陣，我就講我想我阿哥。哦，嗰時候就冇辦法，就安尼，就存當我一傻天天。唔過咧係喺當感謝我爸爸媽媽，哦，偏愛。
肯定平安了，我想去教嘛，该都平安教。希望咱们喊做会教，不过不是当一教，还会以为距离比较完美，嘿，错，老牙牙会啦。我当一教强，当一强啊教，有时会出轨强啊了啊做的，我当一我想去老牙教，我可能冇办法，还有自己的空间啦。你去搞老师还教啦？错。你喺老到nhà爸爸媽媽喺家姐去操嘅，當然老你盡硬氣都會教。錯。要嘛學教聲嘅都聲嘅，要嘛咁個係最尾學嘅，你下兩姊妹度現場，佢係愛每一下，一天想係鬧姐講乜嘅。希望我哋冇吵來吵去咧，就得像媽媽講解，愛互相照顧。雖然我哋你還要做到咧，我係老你講，希望你讓我生活，希望你讓我修繕，喺外都係愛照顧你，做伴伴你事。我愛啲上太好了，你咪當三媽會照顧我，還可以是做伴伴我事，流動事伴我事。我希望你會永遠健康快樂，讓我做伴。哎呦，啱就掉出來了。一三件冇，一衝知道躺起來嘅幾馬皮就跌到跪天嚟咧。有冇按你嘅感覺？真係講隻段嘅，真係講隻段。吞回去。以前講到按感性，跟住我老妹講乜嘅？我想去對妹妹講，第一面對任何挑戰嘅時節，我可能唔會讓人加油，還係保護人唔會挫傷。不過我一定係最期待你好嘅，也希望你做得對自加油，過較高嘅要求。本你面對困難、面對挑戰嘅時節，有能力讓事情做好。我唔係最溫柔嘅阿姊，不過我最希望你勇敢嘅阿姊。所以我剛才已經搞到，這什麼意思？你啱啱嘅意思？我都是我在，你不知道我就會哎，這個一腔拼音都要生蜜粉，這個很少嘅概念。其實我知道好了，下了兩姊妹好感情係好，唔過我希望記得真正出社會過後咧，感情係安好。唔過第一教育部嘅資源教育網地擺度沒有講到假使都離開屋企就搬家過後嘅兄弟姊妹用百年維持安尼嘅感情，第一就手上嘅兄弟姊妹沒有界限。你不可以把兄弟姐妹尊重，你只要請得對方，他只是你的兄弟姐妹，但不是你的傭人，也不是你這輩子唯一的依靠的人，佢係兄弟姐妹哈。再來這個，因為相互來照顧，不是說你係哥哥，我一聽只是我照顧妹妹，那妹妹不能照顧哥嘛？啊，相互照顧的概念。再來是那個，練習主動關心對方，不要每天都等着說，嗌哥哥來親，嗌就係老幾講唄，這好像在講我。嗌對嗌哥哥就係幾冇人嗌講嘛，嗌什麼唔係老幾講唄嘅原因哈。最尾應該係講兄弟姊妹之間哈最好嘅會議哈，是沃卡度強下嘅，比如講搶食伊個內鬥時間啊，伊個內鬥啊哈，你上排打嗌啊，打到嗌跳那是快踢，跳那個不是攔控體連進啊，這些不管是好的還是不好的回憶，都是一直到永遠都是手足之間共同的回憶。如果根本嘅哈，你兩姊妹還要給大家創造more強嘅回憶哈，回憶哈，來唱一條歌，心肝社我來掌聲歡迎。天当盖不远。
姊妹帶來按好談嘅歌聲。其實吼對今日嘅分享當中，其實大家嘛知道吼，咧兄弟姊妹之間啊係處體熱愛之外，啲咧寫嘅行吼，當然顯然屬於親權嘅嘢。聽我講吼，兄弟本家是變臉下咧，係講到出社會過後，你讓依個兄弟姊妹喊做啲保持按好嘅感情，該是表示你的緣分真緊當窗當然。希望大家老兄弟姊妹之間啊，嘛做啲保持好嘅感情咯。最重要係乜嘅？下禮拜同嘅時間繼續來收看後生太上宮，要把太家公，拜拜。兄弟姊妹可能喺人一生當中同自家相處親久嘅伴，有人同姊妹相處到異火濃，有人同自家兄弟殺頭嘅嚴家老仔。目前人兩門口冇愛花錢去經營，希望大家都是得同自家嘅兄弟姊妹相幫相襯，相互支持。